1938年5月20號下午約4點鐘，刀仔呢踩單車實地觀察場地，並詳細呢預習咗一次，以便殺寮計劃呢更加順利。到達下午約5點鐘嘅時候，刀仔呢爬上咗電線桿上邊，將電線切斷，令到貝尾村全面斷電。由於呢嗰陣時打緊仗嘅關係，所以呢停電呢並不罕見嘅，所以呢村民呢都冇將呢一個通報去相關嘅單位上邊。到5月21號凌晨1點40分，刀仔呢穿住立領嘅學生制服，頭上用頭巾，左右綁住2個小型嘅手電筒，腰上邊呢綁住1把嘅日本刀同埋2把嘅匕首，手上呢帶住1把改造過嘅9連發獵槍，以及200多發子彈嘅布袋，開始一個屠殺嘅計劃。刀仔第一個目標就係隨手攞喺屋企入邊嘅斧頭，將祖母嘅頭劈咗落嚟。之後嘅1個半小時入邊，刀仔拜訪咗11戶人家，